而一个长期记录原住民族祭典的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协会，其实在今年的7月跟8月前往花莲光复乡的沙老部落，还有台东长滨的南竹湖部落拍摄丰年祭。那么拍摄完之后，在这个周末特别回到沙老还有南竹湖，把影片送给参与祭典曾经被拍摄的阿美族人。古井饮水思源的深深敬意。一段段过去阿美族传统记忆的影片，10月29日在花莲县光复乡沙老部落呈现在族人眼前。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协会花了3年的时间，从田野调查记录部落影像，一直到今年8月12日所举办的丰年祭，全程以追寻阿美族文化生命力的观点去呈现。看完影片后，族人非常感动。那今天我们很多主人看到里面的影片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平常后面看过他们自己所表现的，今天所表现出来是我们沙老部落最纯真、最自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活动。而在10月30日，协会也在台东长滨乡南竹湖部落通过新北市原民局的部落记忆研习营，让阿美族丰年祭中社会的年龄、阶级及文化，同样借由影像记录呈现出来。协会花了6年的时间制作。头目表示，过去部落每年的丰年祭都有人来拍摄，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样回馈给部落过。Taswaning rakyat, madini rakyat ulam sasingan, sa makapalo sa itia, sa kawasi irato sa ayeng kaini, mapli tato ko lemak, to la piala na ayeng to lemak no na to as, sa unyan ko ipahak naman ko。在这次记录返乡的活动中，协会除了在部落播放纪录片外，也送给部落每家每户一片记录影片的光碟。借由这样的一个 CD， 这样的一个数位典藏，能够让他们看了这个 CD 以后，对自己这个部落本身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保留呢，能够有更有这样的一个心呢，来继续为自己的部落做更好的一个传承。这次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协会将部落传统记忆的真实记录回馈给部落，除了希望族人回顾过去外，同时呼吁传承工作的重要。记者法务花莲光复台东长滨采访报道。